注意休息。第二咱当地开机所有朋友中，参拜咱当地妈祖和妈，因将朋友所是参者。中小大家一路顺风，欢喜出门，平平安以后咱都来圣安中皇帝，咱这就是中华关西九乡五海川，你庙里叫做圣安中，圣安中所用红的主神就是观世帝君。今仔日大家咱来到这音乐中心内底大家真正用心来合办，观世帝君一定真正欢喜，把咱感觉恭喜你哟，咱车要开车，咱们咱注意一下，车要开。不了解的，都不了解哈。在前面的时间，咱有条件。
我这边等一下，他不知道听不到了。哦，快点，新闻是不能听不到，因为后面很多。大姐，3号车车大家马回家，大家小姐来大家看偌济，再来进来讲皇帝，本地整个12万户的欢迎，真感谢，真感谢。现场所有的城市内底，所有的国民，一年一度宗教盛事大甲镇南宫，民国102年，农历岁次癸巳年，要紧进行，咱伫遮再一次，来，现场所有朋友，再一次欢迎咱的战友来北新皇宫大甲妈祖来感谢嘛，欢迎咱的战友。来北信皇宫大甲妈祖人员由咱的会长谢志忠所率领，好，现在再次欢迎大甲镇南宫战友红环镇清宫主席天上圣保会，好，谢欢迎，感
壁的，是咱大家南疆，大家镇南疆，咱的集序队，有咱的领队。来欢迎着咱的牛线、马头路，以及咱的年纪大声喊出大甲妈，现场所有贵宾、所有先生来宾，咱共同来欢迎大甲镇南疆。再一次照亮各位的掌声，来恭迎大甲妈破晓欢迎。是。